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6，以赛亞書48章17節安尼講：以色列神聖的上帝，恁的救贖主安尼講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我教示恁，是為着恁好。我帶恁行應該行的路。三個來祈禱，救贖教示阮，佮帶阮行應該行的路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生命的道路，真理的源頭，永活的主宰。主啊！你的信息達到穹蒼，你的權能遍滿全地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。主啊！阮雖然微細，總是你揀選阮；阮雖然軟弱，總是你看阮最寶貝。主啊，你的疼無人通比。主啊！求你施恩保守阮，互阮無論佇順境，也是逆境中，攏有你甲阮相同行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行佇你的道路，因為神聖的上帝，阮的救贖主啊，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教示阮是為着阮好，你帶阮行應該行的路，祈禱。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